你们在叫没不客上，能客上面话，行业面呢，到时能客上面话，面话是客上跟交代我在没播，真海量，把你播嘛可乐，跟交米我在，跟交米我在，没播真海量，没播真海量，你们争什么？把你播买可乐，把你播买可乐，买可乐，他们就不咕噜，不咕噜就是不说话了。跟交民我在，没播真海量，没播真海量，把您播买咕噜，他们就不讲话了，咕噜咕噜，他们就不讲话了。跟交民就是跟着路走，走路的时候，我在那波真海流，你们争什么？把那波买可乐叫咕噜，就是他们不咕噜了，不讲话了。跟交民我在那波真海流，把那波买可乐，他们不讲话了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